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晚詞新聞報導。我係新聞報導員彭子琳，我係新聞報導員梁思齊。轉眼間已經係2026年嘅年中啦。今期我哋會同大家回顧今年3月到5月嘅本地同國際重要新聞。先講一下大家息息相關嘅香港交通消息。冇錯，由今年4月1號開始，香港所有的士司機都必須提供最少2種電子繳費方式。以前搭的士，爸爸媽媽可能都要成日揾散紙，而家就方便好多啦。用八達通、支付寶或者信用卡嘟一嘟就搞掂。講開交通，仲有關於叮叮電車嘅好消息。香港電車最近推出咗全新手機 App， 可以提供實時到站預報，大家就可以知道下一班車幾時到，唔使盲目咁等。係啊，個 App 仲會介紹電車站附近嘅景點資訊。放假嗰陣，大家就可以同屋企人跟住個 App 搭車去港島區周圍探索下啦。另外，屋企有老人家嘅同學仔要留意啊！由4月3號開始，長者乘車2蚊優惠有新安排，車費10蚊以下依然係俾2蚊。如果車費超過10蚊，咁就會改為原價2折。即係話原本程車20蚊，2折就係4蚊。雖然俾多咗少少，但係依然都係好大嘅優惠。大家返屋企記得提下爺爺嫲嫲，等佢哋搭車嗰陣有個預算啊。講完交通，講下健康同生活嘅新聞。為保障市民健康，由4月30號起，全港已經全面禁止電子煙。大家要記住，連而家持有電子煙都係違法㗎，外國遊客都冇得豁免。冇錯，電子煙有好多有害嘅化學物質，政府希望大家可以呼吸新鮮空氣。見到身邊有人食煙，大家都可以鼓勵佢哋戒煙㗎。另一單生活新聞，鍾意小動物嘅同學一定好開心。5月18號開始，食環署正式接受食肆提交准許狗隻進入申請。審批後，政府會喺7月指定日子開始容許狗狗進入獲批餐廳，到時主人就可以帶埋外犬去街食飯啦。不過大家要做個負責任嘅小主人，顧及衛生同其他人嘅感受啊！體育方面，香港喺4月17號到4月19號舉辦咗香港國際7人欖球賽，世界各地嘅球迷都嚟到香港，氣氛熱鬧，好似個大型嘉年華咁。講起體育，6月仲有國際大事，2026年國際足協世界盃即將舉行。今屆最特別嘅係由美國、加拿大、墨西哥3個國家共同主辦。呢次係歷史上第一次由3個國家一齊舉辦，鍾意踢波嘅同學記得要留意啊！睇完體育新聞，我哋轉睇國際社會。3月份，中美洲國家古巴發生全國大停電，嚴重影響市民民生。大家想像一下，如果香港突然冇晒電、冇冷氣、冇得上網，真係好唔方便。呢件事提醒我哋要好好珍惜資源，養成節約能源嘅好習慣。另外，中東地區局勢仍然緊張，美國同伊朗軍事衝突持續，影響到霍爾木茲海峽。呢度係全球運送石油嘅重要通道，好多油船都受到影響。石油供應唔穩定，造成全球石油價格大幅波動，油價變貴，令運輸成本增加，連帶日用品都有可能加價。希望衝突快啲平息啦。最後一單國際新聞關於外交。5月份，美國總統特朗普同俄羅斯總統普京相隔唔夠1星期，先後訪問中國，同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。呢兩位都係世界極具影響力嘅人物，佢哋訪華對外交同經濟有深遠嘅影響。大家記得要留意多啲國際新聞，了解世界啊！冇錯，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，睇多啲新聞可以擴闊眼界。今期萬詞新聞報導嚟到尾聲，多謝大家收睇。希望大家鍾意我哋準備嘅新聞資料。今日新聞報導完畢，再會。